来看中华县这个情形，那会遐尼这羊，这差不多20几只，而且伫咧路面啊冲来冲去，差一点啊，互这个车啊去甲弄着。所以这个赛车落来看讲，这到底是啥物人放出来的？今麦来找看这主人是谁，可能无在这个羊啊关养好，这会当按照法律上无罚你300到600块啊。一阵香仔食叶仔食甲真欢喜，有诶讲哪食哪行，毋过其实因欠仔就造成车祸意外。画面中的山路有一只白色的轿车长咧行，毋过有一只黑色的羊就直接安尼过车路，扫落来就是一阵香仔做回过车路，这个场面互驾驶是惊一跳。代志发生伫咧彰化往云峰乡的139线道，昨早起冒骑车的民众拄到一阵香仔要过车路，加在紧急打档啊，才无造成车甲羊相撞的车祸。扫落来后边的车嘛缀咧打档啊，当时的状况是真危险。好了，这边速度都现在40以内啊。OK 的，来得及噻，可以。有人飙车才危险，用这个速度没关系啦，你来得及反应啊。问过路的民众拢认为速度若莫伤紧，应该也有时间通反应。不过，就惊速度紧会发生事故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阵伫咧车路散步的羊仔大约有20只，应该是有人饲。若是主人无管理，就会开单。如事主疏纵或牵引禽畜、宠物等在道路上奔走，妨碍交通者，处所有人或事主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款。因为经过彰化139线道的车阁袂少，尤其是假日过路的车辆就搁较侪。警方除了呼吁这阵羊仔的主人爱尽管理的责任，嘛提醒用路人莫超速，就要注意有动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